么样的人？你看到了，不许。哎，段飞哥，你不能走。干嘛？再聊两句嘛。你说我听着。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吗？你叫什么呀？我生气了，我都跟你说过我叫什么了。我叫苏小雅，记住了吧？好，我记住了。既然我们都是朋友啦，你留个电话给我呗。我发誓，我保证绝对不打扰你，就偶尔打一个。把手机给我。给。那段飞哥，我还有一件事。你还有什么事儿？这可是我初吻，你要对我负责。累了吧？公司情况怎么样？不累，公司一切的进展挺好的。段飞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？我不知道，你自己问他呗。新婚之夜，你把段飞关在门外，怎么回事？我为什么不能把他关在门外？我跟他领证已经够勉强的了，我对他没有感情，没法接受他。他是你丈夫啊！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在我心里，我根本就没有把他当做我的丈夫。你再怎么逼我，我也接受不了他。你是胡闹吗？这是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啊？我为了你和红顶的未来。那你也不能这样安排我的人生。彤彤啊，你要学会接受，这样我才能放心的走。爸，我知道你有你的用意，但是段飞他突然这样出现在我的生活里，我真的很难接受他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啊，快来，段飞，来坐。老婆大人，我回来了。段飞，你无耻！爸，你看他脸上是什么？他是什么样的人？你看到了，不需要我解释了吧？段飞啊，把你脸上东西洗干净再来。快去！臭流氓，无耻，下流！人面兽心。这可是我初吻。爸，对不起啊，我今天真的不是你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没必要跟我解释。彤彤，对不起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，请听我解释。滚！你要是再不开门的话，我就站在门口一整夜。一整夜，谁信啊？别爸，您来了。哎，没，他小脾气呢啊。
师彤，马上会给我开门。哎，别，哎，别，真的别。啊，这是小孩子。您放心，师彤马上会给我开门。你不用陪我哦。喂。没说话呀。新郎官来挺快啊。哎，老大，这么晚叫你出来，会不会打扰你们俩的生活？行了，这么晚找我什么事？跟我来一下。送你个礼物，明天把这儿布置一下，以后我们就有地方思考了。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我们大概调查了一下，现在呢，天海市有3家集团，苏氏、天浪还有红鼎。这3家集团呢，基本上控制了天海市近半的商业产值。苏氏集团头号代表人物苏老，今年已经70多岁了，现在呢处于退休状态。第二个呢就是天浪，老总是魏天浪。这家公司表面上看起来很干净，但是背地里也少不了很多的灰色收入。第3家就是红鼎了。老大，你老婆公司的事儿，你不是应该比我们更了解吗？快，行。红鼎集团呢，主要的业务呢是做商业地产。这2年随着电商的迅猛发展，红鼎啊受到了不小的打击。所以呢，云师彤大胆地提出了电商的计划的改革。但是我觉得吧，你老婆呀，就是想法很大，她根本没有考虑过，只要是改革，肯定会涉及到公司某些人的利益。所以啊，我觉得什么样？有些人会为了利益赔上信誉。不过这些跟我爸的死有什么关系啊？所以我们觉得深挖一些人，说不定有惊喜。那接下来把2个集团盯死啊！帮我！我堂堂天浪集团的老总，需要你来帮我。有红鼎集团在，天浪集团就永无出头之日。而魏总您，也只能活在云鼎的阴影里。而我呢，能够帮助天浪集团多分一杯羹。凭你？单凭我一人自然是不行，但是你怎么知道我背后没人呢？我既然敢来，就是做好了十足的准备，当然还有诚意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就说说吧。红鼎集团现在分成2派，云鼎老不中用，云师彤还势单力薄。韩元仓想独吞红鼎，从某些方面来说，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。共同的敌人？对，云师彤。云鼎强塞云师彤进公司，早就惹怒了韩元仓。如今韩元仓想独吞红鼎，就必须赶云师彤下台。这点简单的道理，你这么做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
我们想要的结果是一样的，那就是打垮红鼎。天海的商业格局到了重新划分的时候。